暗中作樂，帶你周遊列國。完全黑暗中感受世界大同。今次我黃耀明帶領嘅團友呢，仲有我容祖兒，有我盧海彤同埋吳雨霏，仲有我鐘舒曼，有我周國賢同埋中國視像詩人歌手周雲鳳，當然仲有人山人海，同埋田北俊、李樂詩、周華健、鐘景輝，仲有一眾神秘嘅聲演嘉賓，一個真正共融嘅舞台。Concert in the Dark, an experience you'll never forget. 一個由視像人士參與管理嘅聲演會，8月25至28日，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繼續